減重遇到平台期，係身體適應新陳代謝同能量消耗嘅正常現象。想突破，可以從呢幾方面調整：一、調整飲食，增加蛋白質，雞胸肉、魚、豆腐等有助維持肌肉，增加飽足感。唔好食精緻碳水，用糙米、地瓜取代白飯、麵包。改變進食順序，先飲湯、食菜，再食肉和主食。加入高纖維食物，花椰菜、菠菜等低熱量、高飽足感。考慮碳水循環，高碳日搭配高強度訓練，低碳日休息。二、改變運動方式，增加強度，縮短早間休息，加快動作速度。加入高強度間歇訓練，衝刺跑配上慢走交替，較有效率突破瓶頸。嘗試重量訓練，提高肌肉量，有助提升基礎代謝。改變運動組合，例如固定重訓，愛好者可增加有氧。三、改善生活習慣，睡眠充足，睡眠不足容易增加飢餓感，降低代謝。管理壓力，皮質醇升高會讓身體傾向儲存脂肪。多喝水，有助控制食慾和代謝。四、重新計算熱量需求，體重下降後，基礎代謝率會降低，需重新計算每日熱量，製造新的熱量赤字。五、暫時放鬆，休息1至2星期，回到維持其熱量，讓身體恢復代謝水平，之後再繼續減重。六、其他方法，間歇性斷食，如168斷食法。記錄飲食，可能無意中多食多咗隱藏熱量。增加日常活動量，走樓梯，多走一段路，等非運動消耗都好重要。需要避免嘅誤區：唔好過度降低熱量，會降低代謝，流失肌肉；唔好只做有氧，要搭配重訓；唔好過度依賴單一食物或補充劑；唔好放棄，保持耐心。平台期通常持續4-6星期，超過8星期建議檢視計劃或諮詢專業人士。好多人喺呢個時候放棄，其實啱啱係身體適應新體重，撐過去後往往會有突破。如果你已經調整一段時間重卡住，話我知你嘅運動頻率同大約飲食內容，我可以幫你睇睇邊度可以優化。記得點讚、追蹤、分享給想控制體重的朋友。想了解更多，可以 WhatsApp 我。